屏东民用工厂火灾造成4个消防人员殉职，县政府举办联合公祭，受到风台影响，延期到今仔才举行。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去屏东体育馆，为这4个消防员颁发保养令，送因最后一程。目前政府已经启动灾害调查，厘清事故的原因。各界关心的消防政策以及管理机制等议题，我们也跟各界共同讨论，家属研议相关的抚恤慰问金也会从优从速，让家属可以安心的生活。总统蔡英文感谢殉职消防员的奉献，嘛承诺讲外界关心的消防政策和管理机制等议题，会当各界来讨论哦。在公祭进前，殉职消防员的家属和消防员的团体嘛开记者会，望讲县政府会当交代意外过程和抢救的程序，嘛爱说明捐款的钱是安怎来使用。